第一張逃難婢妻睜開眼睛，靜靜地想了許久，徐牧才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實。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，讓他當場斃命。從霓虹閃爍的大都會，穿越到一個封建社會的小牛棚裏。上一世，身為資深的室內設計師，他好不容易為一整排別墅區畫好樣板圖，眼睜睜看住甲方就要點頭，白花花的銀紙馬上就要到手，誰知竟因為加班晚歸，與一輛疾馳的貨車迎面相撞，頓時血染滿地，真是人生無常。徐牧悶悶地嘆了口氣，忍住腦袋裏的陣陣刺痛，緩緩梳理住原主的記憶。原主也叫徐牧，是大紀王朝邊疆小城裏的一個潑皮無賴，早年父母雙亡，品行卑劣，是個徹頭徹尾的市井流氓。昨天他多喝了2杯黃酒，膽量壯了3分，竟當街調戲一個商家小姐，結果被對方10幾名家丁活活打死，屍體被拖回這牛棚，只等官府的仵作驗屍之後，偏要丟去亂葬崗棄屍。嘿，張家又怎麼樣？殺人償命，不償命就賠錢，只要5兩銀子，5兩銀子。這事渣門就揭過，要是不給，渣門就天天來這裏哭喪。嗚嗚，我的牧歌兒啊，你死得好慘啊！幾個潑皮混混擠在牛棚不遠處，正圍住一個老管家討價還價。老管家被鬧得不耐其煩，招住遠處喊了一聲，越來越多的家丁手持棍棒，迅速圍了上來。咳咳，牛棚裏渾濁難聞的氣味，終於讓徐牧忍不住低聲咳嗽起來。還活住，沒死就滾，全都滾出張府門口。老管家回頭瞥了一眼，臉上滿是冰冷的厭惡。一個潑皮混混死了，頂多花幾兩銀子打發了事，死不死的根本無所謂。反正這種刁民命賤得跟貓狗一樣，早幾天晚幾天，遲早都是橫屍街頭的下場。那7、8個潑皮頓時氣焰囂張地破口大罵，有2個更是不堪，直接脫了褲子，在張府門前潑了一泡尿。眼看家丁們持棍衝來，他們喊了一聲風緊且呼，便作了收山，一溜煙跑沒了影。牧歌兒，你沒事吧？扶住徐牧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魁梧的漢子，說話時嘴唇會不自覺地微微抿住。沒事，歌兒剛得住。徐牧壓低聲音，刻意模仿住原主的口氣，力圖不露出半點馬腳。從原主的記憶裏，他知道這人是一起玩到大的發小，名叫師傅，名字聽住威風凜凜，實則是個頭腦簡單的莽夫。當初原主不過用了一把花生，就輕輕鬆鬆把他忽悠成了同流合污的潑皮。大紀王朝所謂的棍夫，說白了就是流氓潑皮、街頭混混。今天替東家做打手，明天幫西家收高利貸，賺了銀子就往酒樓裏轉，夜宿青樓坐館，徹夜笙歌。等銀子花光了，窮得走投無路時，他們甚至會幹些殺人放火的勾當。大紀王朝對刀槍劍戟之類的兵器管制極嚴，所以像原主這樣的潑皮，大多只能在腰間別一根短哨棍，招搖過市。久而久之，棍夫這個稱呼便流傳開來。簡單來說，大紀棍夫的名聲早就臭得連泥巴地都不如。同行的那7、8個潑皮樣樣住，越徐牧大難不死，必須擺酒慶祝。徐牧無奈，只能閉眼裝暈，這才讓這些家伙罵罵咧咧地悻悻離去。牧歌兒，你的銀子。等那些人走遠了，師傅才左右張望了一番，從懷裏摸出一把被體溫唔得發熱的碎銀子，還有一封信。哪來的？徐牧愣了一下，在原主的記憶裏，就算是跟住別人吃大戶，也從來沒分過這麼多銀子，是殺婆子給的。你的戰績已經賣出去了。我偷偷瞧了一眼，買主是個從北邊逃難過來的女人，她湊了5兩銀子，殺婆子扣了3兩，
這兩兩是給你的。薩婆子是這座邊關小城裏有名的中間人，因為殺價狠辣、心腸歹毒，才得了這麼個外號。至於府籍，閱起來就複雜了，大概可以理解為本地的戶籍身份。外來的難民若是想順利入城避難，就必須有個合法的名分。府籍這種東西便應運而生。比如說，那個逃難女子嫁給徐牧，就能掛上婢妻的名分，日後就算被官差查到，也不會為難她。當然，這一切和愛情毫無關係，一個是為了銀子，一個是為了活下去，不過是各取所需罷了。徐牧把碎銀子分成兩份，遞了一份給師傅。牧哥兒，這使不得。師傅頓時睜大了眼睛，滿臉的不可置信。從前的徐牧向來貪得無厭，就算是寄放在他那兒的銀子，時間久了1兩也能被他算成3兩，恨不得從夥伴身上剝下一層皮來。拿住吧。徐牧扯出一個笑容，盡量讓自己顯得親和些。這世道動不安，身邊有師傅這樣一個塊頭大的網漢，安全感無疑會暴增。師傅有些扭捏地接過銀子，小心翼翼地塞進貼身的褲浪小袋子裏。徐牧嘴角抽了抽，到嘴的勸說最終還是咽了回去。牧哥兒，還有這封信，是那個逃難女人我轉交給你的。此時北邊戰火連天，北敵的軍隊勢如破竹，接連攻破了大紀王朝的3關8郡，戰火所到之處，民不聊生，逃難的流民只會越來越多。師傅把手從褲浪裏抽出來，悶聲悶氣地繼續說道：牧哥兒，你是沒見到那逃難女人可憐得很，聽說是帶住2個丫鬟，讓他們自願賣身，才湊齊了這5兩銀子。還有丫鬟？徐牧搖了搖頭，隨即便想明白了。北敵人攻破城池，那裏還會管你是小姐還是丫鬟？男人找去做奴隸，女人就淪為娼妓，下場極其淒慘。他抖開那張皺巴巴的舊信紙，審默地看了起來。信上的內容很簡單，前前後後加起來也就20幾個字：隨郎親啟，救命之恩，奴家願效犬馬之勞，此生相報。哪裏來的什麼救命之恩？不過是2個命運多舛的人，被無情的世道綁在了一起罷了。牧哥兒，薩婆子幻月了一件事，那個逃難女人啊，想向他借2文銅板，買點銅子油取暖，他沒借，不僅沒借，薩婆子還打了他一頓，罵他是不知好歹的賤人。徐牧將信紙小心地疊好收進懷裏，心裏莫名有些不是滋味。按照大紀王朝的律法來說，那個素未謀面的逃難女子已經是他名義上的妻子了。這樁婚事合乎情理，也合乎法度。在這月，他也實在不忍心像其他郡夫那樣將他玩弄幾日，便買去青樓坐館，讓他淪為娼妓。此時節氣剛好是春分，嚴冬殘留的寒意依舊盤踞在這座邊關小城的上空，揮之不去。徐牧幾乎已經能夠想象到，他那個常年無人問津的破院子裏，定然是屋無柴，罐無油。他那個名義上的婢妻，此時恐怕正裹住一張2年沒洗過的破被褥，縮在床角裏瑟瑟發抖。